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法者生活頻道之法報新聞。今次咧係 Diddy 案嘅系列啊，係今日嘅第3條片。今日咧會同大家跟進咧 Diddy 案第22日嘅案情啊。喺朝頭早嘅時候咧 ，Jane 咧係繼續出庭嘅。法官維持早前嘅裁決，唔准容許2024年1月某次事件中人士嘅身份啊。Jane 咧曾經供稱喺 Diddy 唔喺在場嘅情況底下，佢去咗拉斯維加斯，當時有一班人。包括一位咧係未指名道姓，但係同 Diddy 關係親密嘅 rapper 歌手，好出名嘅呢個歌手應該係一齊觀賞一位女性同埋某位娛樂圈人士發生性行為。呢一位人士亦都曾經同 Jane 同 Diddy 有關係，但係法官就裁定呢一件事咧同被起訴嘅性販運控罪冇關，唔可以納入為證。咁當然咧，大家都喺度諗緊究竟呢個 rapper 係邊個啦？咁係唔可以出名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睇過 Diddy 案之前嘅一啲陰謀論咧，大家咧可能會有啲頭緒。咁但係咧係冇出名啦。咁所以呢度咧我都唔會講咧我心目中嘅答案俾大家聽嘅。咁或者咧喺其他嘅集數咧，關於陰謀論啊，唔係關於呢單案嘅集數咧，可能同大家講下。Jane 咧指出呢一位 rapper 歌手係標誌性人物。非常之同 Diddy 好親近㗎，經常一齊請咧娛樂圈嘅女性參與酒店之夜。對方曾經問阿 Jane：你有冇其他識 lifestyle 嘅人啊？暗示啦就係性服務圈子嘅人。Jane 其後咧就聯絡咗另外一位曾經同佢同埋 Diddy 發生關係嘅娛樂女性。呢度嘅娛樂女性咧就唔一定講娛樂圈嘅女性嚇，就係性圈子入邊嘅女性。Jane 表示啦，卡士提出性侵同埋暴力官司之後咧 ，Diddy 曾經向佢道歉嘅，話唔知道佢有咁多負面情緒喎。問及佢信唔信嘅時候咧 ，Jane 就回答：我信啊。佢補充話自己當時心理上難以消化太多。卡士提訴之後咧 ，Jane 表示 Diddy 變得更加體貼，兩個人關係咧係有成長嘅。佢亦都感到可以更加主動表達自己嘅意見。Jane 指 Diddy 對佢變得更加有愛，更加投入時間。佢對 Diddy 嘅愛情咧亦都更加深厚啊。Jane 再度講述喺2024年嘅一場衝突，起因係懷疑 Diddy 有第二個女人。佢話自己當晚情緒爆炸，曾經被 Diddy 扯起腳尖高舉，並且咧係鏈住佢條頸，佢就難以呼吸啊。辯方律師就問：你同政府講過差啲唔夠氣係咪真嘅呢？ Jane 答話係。陪審團咧亦都睇到衝突後數日佢錄嘅影片，影片之中咧佢係臉有瘀傷，但係頸部咧係冇可見嘅痕跡。Jane 供稱話當晚去露台嘅時候，佢曾經打 Diddy 嘅頭，而 Diddy 咧就回擊咗佢2拳嘅。咁我哋睇下下午咧嘅庭審重點啦。Jane 指出，2024年一次旅行之中，懷疑 Diddy 同另外一位女性有曖昧之後咧，兩人咧就爆發衝突。佢話：我已經去到臨界點，唔可以再忍落去啦。事件升溫之後 ，Jane 就用 Diddy 部電話打俾嗰個女人，雙方爆粗互罵。Diddy 咧亦都曾經 FaceTime 自己嘅助手，助手話個女人咧冇去過旅行嘅。Jane 表示喺呢一場肢體衝突之後嘅酒店夜當中，佢再度聯絡咗喺拉斯維加斯事件之中提到過嘅娛樂圈女性。Diddy 發現對方傳訊息嘅時候提到咗共同朋友呢幾個字，然之後咧就好嬲，質問佢：你點可以去揾第二個男人去 freak off 㗎？咁喺呢度我哋見到咧 freak off 咧唔係 Diddy 專有嘅派對，其他娛樂圈嘅男人都有㗎。Jane 被問及點解喺2023年同 Diddy 嗰個好失望嘅旅行之後，仍然咧全程話俾 Diddy 咧 ，Jane 就解釋話：因為我身處一個混亂嘅循環當中，佢時不時都會咧俾我一身愛與寵啊，再夾雜住一啲性剝削，我會將所有嘅壞事隔開，只係睇好嘅部分。Jane 表示咧，早喺2021年咧已經唔想參與酒店之夜，但係直到2023年咧先至更明確咁樣表態。佢透露 Diddy 幫佢交咗幾個月租，並不時喺酒店夜有關嘅對話之中提出租金。Jane 話 Diddy 曾經用唔同嘅方式威脅佢，唔做咧就唔幫你交租㗎啦。控方問：如果你可以唔使喺關係之中同其他男人發生性關係，但係要交翻所有 Diddy 俾你嘅錢同埋禮物，你願唔願意呢？ Jane 毅然答願意。佢強調自己冇期望賠償，亦都唔係自願出庭嘅。佢係話因為被傳召咧，先至要作證嘅啫。法官宣布星期五6月14號早上8點半，律師將回到法庭，9點咧就會開始正式庭審㗎啦。
法官仲需要決定一項重要證據可唔可以呈堂，係2015年 Diddy 嘅保鏢傳俾佢嘅短信，內容描述 Diddy 同一位名為 Gina 嘅女仔發生暴力事件。保鏢話，即使 Gina 求警察唔好拉人，呢件事咧都足以令到 Diddy 坐監啊！控方指 Gina 就係起訴書入面第3位受害人，仲有記錄顯示 Diddy、Gina 同埋保鏢當時身處亞特蘭大，有助佐證內容。辯方律師就批評控方咧係想2次入證同一人，因為 Gina 咧係並冇出庭作證嘅。咁今日咧繼續用幾分鐘嘅時間咧同大家報告一下咧第22日庭審嘅內容。我哋咧聽日會繼續跟進。咁之後休庭嘅時間咧，法者咧就兌現承諾啦，將嗰一篇嘅名人報導關於Diddy 案嘅咧就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咧去到呢一度，今日咧有3條片啦，大家記住睇埋其他嗰2條。我哋聽日再見，拜拜。